大家好，我係 Cam 豬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我會繼續發放更多正能量，令到你哋每一位能夠開心快樂每一天。多謝。管好自己，莫渡他人。網絡文章。弘一法師曾經告誡世人，不要強迫他人醒來，親人也不可以。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劫要渡。無論邊個，你若有緣，問你則可渡；你若無緣，觀其不言即可。成年人最大嘅清醒就係管好自己，莫渡他人。管好自己，管好自己係一種自律。喺生活之中，我哋會經常會遇到一啲令我哋心生同情或者不滿嘅人同事，我哋總係有一種衝動，想要去幫助他人。人生一世，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成長之路，每一步都係必經之路。管好自己，唔好去干涉他人。莫要說教。有一句說話講得好好，一個人的覺醒1%靠別人提醒，99%靠千刀萬剮。人生在世，各有因果。能夠讓一個人醒來嘅，從來都唔係咩說教同指導，而係佢嘅痛苦同藍翔。有啲人係勸唔醒嘅，只能夠痛醒；有啲事係幫唔到嘅，只能夠由佢哋親身去經歷。適度援手係愛，過度幫扶係害。守住邊界，與人相處要守住邊界。唔好為咗解決別人嘅問題而透支咗自己，唔好因為背負他人嘅情緒而內耗咗自己。面對別人嘅錯誤，你冇必要懲罰自己；面對他人嘅情緒，你冇必要過度共情。莫干涉別人，同自己無關嘅事唔好去干涉，唔了解嘅事唔好隨意去指責。把握好人與人之間相處嘅分寸，唔干涉別人，先至係最高級嘅涵養。喺唔同嘅位置，少言為貴；喺唔同嘅認知下，不爭不辯；喺三觀不合嘅時候，唔值得浪費口舌；喺人群相處嘅時候，守住嘴巴；獨處嘅時候，守住自己嘅內心。咁樣先至能夠活得自由自在，寫意安然，專注自己的成長。我哋要學會放下道人嘅執念，專注於自己嘅成長同修行。當我哋管好自己啦，努力成為更好嘅自己嘅時候，我哋嘅光芒自然會照亮他人嘅道路。呢種影響係潛移默化嘅，係深入骨髓嘅，佢比直接干涉同教導嚟得更加深遠同持久。莫渡他人，莫渡他人係一種尊重，係對他人嘅了解同包容。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路要走，有自己嘅坎要過。我哋冇法子替他人去經歷，更加冇法子替他人做決定。收起我哋嘅渡船，讓佢哋自己去過河。呢啲唔係冷漠，而係一種尊重。用一顆平和嘅心去面對生活中嘅一切嘅時候，我哋會發現，原來管好自己，莫渡他人，唔單止係一種智慧，更加係一種境界。聽過一段好通透嘅說話：時間在變，人也在變。有些事不必解釋，下雨了才知道誰會給你送傘，遇事了才知道誰對你真心。有啲人只會錦上添花，係唔會雪中送炭嘅；有啲人只會火上加油，係唔會坦誠相對。花開過啦，會謝；時光走過，再唔會返轉頭。珍惜應該珍惜嘅人，做自己應該做嘅事，唔好在乎其他嘢太多。話再漂亮，不守承諾也是枉然；友情再濃，不懂珍惜
也是徒勞。人生因緣而聚，因情而暖，因不珍惜而散。活着就要善待自己，唔好跑到別人嘅生命裏邊做插曲。無論係友情抑或係愛情，嚟嘅就熱情相擁，走嘅就坦然放手。唔屬於我嘅嘢，我唔要，唔係真心俾自己嘅嘢，唔需要稀罕。時間在變，人也在變，有啲事冇必要解釋。信任與否就係人嘅一念之間。活出自我，懂你嘅人唔需要解釋，唔懂你嘅人又何必解釋呢？